过来，行政院下晡来宣布，高雄市的代理市长由现任这位个高雄市府的参事杨明洲来代理。杨明洲伫陈局主政的时期做过副市长，对市政真熟悉。嘛，伫韩市长的任内做过秘书长，前前后后伫这个高雄市府做36年，无党无派，哪里拢会当接受。若这个后续的补选，民进党是积极的布局。讲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上紧17号就会请辞，来投入到高雄市长的补选。高雄市府参事杨明洲今日办公室媒体拢围过来，因为伊将要接高雄的代理市长。都还没有接获任何通知哦。对，那很快嘛，下午就知道了。杨明洲伫1984年就进入高雄市政府，一路升到陈局副市长，搁接韩国瑜市府的秘书长，去年9月份调参事。36年经过9位市长，熟悉高雄资历真完整，并且无加入政党，是哪里拢会使接受人选。因过就要等到下晡公布身份才会确定。伊讲接到重要任命，一定会全力以赴。我们当公务员当了36年，任何一个职务，都是长官的交付。所以长官的交付，我们都要全力以赴。当然，现在是夏天，防汛是第一要务，再来也是防台。每一个代理市长或者是我们的每一位所长，都必须要到议会接受考验，这个是无可回避的责任。确定代理市长了后，就是3个月后的补选。即马最新的消息是，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上紧伫这个月17。伊甲行政院时任等高雄展开参选的布局，历年积极布局，时到国民党甲民众党，迈将陆续展开动作，伫市长的补选这一战拼一个关键。